各位評審好，我哋嘅作品係社區運動防衛戰，呢個係一個結合運動、地理定位與 AI 科技嘅網頁遊戲。我哋觀察到兩代人正面臨嚴峻嘅健康危機，中老年人因為長期久坐，面臨機能衰退、認知障礙，甚至成為孤獨嘅空巢老人。而我哋青少年，超過90%運動量不足，手機成癮更帶來心理壓力。呢樣令我哋反思，有冇一種方法可以同時解決呢兩個問題呢？我哋嘅答案係重塑健康文化。我哋希望透過遊戲激勵運動，並透過長者及年輕人合作，促進社區共融。於是，我哋設計咗一款以地理定位網頁遊戲，喺遊戲世界裏面危害健康嘅壞習慣化身為虛擬怪獸，正在攻擊我哋嘅社區。遊戲除咗透過 GPS 記錄跑步、移動，最核心嘅功能係結合 AI 動態識別。玩家只要對着鏡頭做深蹲、開合跳，AI 就會分析姿勢並計算運動量，將汗水轉化為遊戲中嘅能量。用呢啲能量，我哋可以係現實嘅地標，例如樓下嘅公園、保衛防禦塔，甚至解鎖真實嘅運動品牌現金券，令流汗變得好玩，亦讓年輕人同長者有組組隊打怪嘅共同話題。喺開發過程中，我哋使用 Figma 同 AI 進行原型設計，呢樣不但將設計週期大幅縮短，更讓我哋能專注於優化用戶體驗和邏輯架構，展現咗人與 AI 協作嘅高效率。總結嚟講，社區運動防衛戰不單單係一款遊戲，更為我哋嘅社會創造咗3大核心價值。第一，在地適用性。香港高密度嘅屋邨環境非常適合呢種以地理定位嘅遊戲體驗。第二，促進共融。我哋希望見到孫仔教爺爺玩遊戲，爺爺陪孫仔去公園跑步嘅畫面。第三，可持續發展。通過與地區商戶、NGO 合作推出挑戰賽，既能推廣生意，又能賺取健康。我哋相信社區運動防衛戰能用科技連結兩代人，為香港社區注入活力。多謝大家。